大家好，歡迎返嚟獨家村，我係村長。喺開始今日嘅介紹之前，我想大家先諗一個問題：如果你聽日返工，可以唔使睇老細面色，甚至你可以好隨性咁同公司講，我想放3個月假去追尋夢想，而你完全唔使擔心供樓，唔使擔心食飯問題，你嘅人生會變得點樣？如果你係獨家村嘅老聽眾，你一定記得我之前介紹過 J.L. Collins 嘅神作《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》。嗰本書教咗我哋一套極簡嘅投資邏輯，只要你將收入嘅一部分持續投入低成本嘅大市指數基金，長線持有，唔好理會市場嘅噪音，你最終一定會變得富有。嗰條片出咗之後，有好多朋友私信我，講出咗佢哋嘅焦慮。有人話村長 J.L. Collins 講嗰啲係美國人嘅故事，佢哋人工高，稅務制度唔同。我喺香港呢個高消費城市，真係行得通嗎？亦有人話我而家40歲先開始，會唔會好遲？呢啲問題 J.L. Collins 其實聽咗好多年，所以佢寫咗今日我要介紹嘅呢本書《Pathfinders: Extraordinary Stories of People Like You on the Quest for Financial Independence》。呢本書唔係一本教科書，而係一本證言集。佢收集咗全球各地超過100個普通人嘅真實故事。今日我會用一段長篇時間帶大家深入呢啲開路者嘅人生。我會揀出幾個最具有代表性、最能啟發我哋亞洲讀者嘅故事，拆解佢哋點樣由負債、低薪甚至中年危機入面，利用簡單致富法奪回人生主導權。喺進入故事之前，我哋必須要重新理解一個詞 FU Money。好多財經 KOL 會同你講點樣發大財，但 Pathfinders 強調嘅係自由。J.L. Collins 喺書入面提到，好多人對 FU Money 有誤解，以為要有1億幾千萬先算，但實際上呢筆錢係一種狀態。想象一下，你戶口入面有一筆錢，夠你喺完全冇收入嘅情況下，舒舒服服咁過2-3年。呢個時候，你對工作嘅心態會完全唔同，你唔再係一個奴隸，而係一個志願者。你留喺度做，係因為你中意呢份工，或者份工有價值，而唔係因為你怕下個月冇錢交租。書入面有一位開路者講得好好，財務自由唔係為咗唔使工作，而係為咗可以選擇工作。喺香港呢個充滿焦慮嘅社會，我哋好多時被成功定義咗，要買名錶，要住半山，要送仔女去名校。但 Pathfinders 入面嘅人話俾我哋聽，當你將生活嘅雜訊刪除，你會發現你達到自由所需嘅錢，其實比你想象中少得多。第一個故事我哋要講 Jessica。佢代表咗好多現代後生仔嘅困境。Jessica 畢業嘅時候，除咗一張畢業證書，仲有高達10萬美金嘅學貸同信用卡數。喺佢20幾歲嘅時候，佢覺得人生已經完咗。佢當時嘅心理防禦機制係，既然還唔完，不如就享受。於是佢借更多錢去旅行，買靚衫，試圖用消費嘅快感去遮蓋負債嘅恐懼。直到有一日，佢睇到 J.L. Collins 講關於複利嘅威力，佢感覺如果佢繼續咁樣落去，佢呢世人都係幫銀行打工。Jessica 實行咗暴力理財法，首先係極限節約，佢搬咗出大城市，去咗一個租金平一半嘅小鎮。佢甚至挑戰自己1年唔買新衫。佢喺書入面詳細描述咗，當佢第一次拒絕朋友去高級餐廳慶生嘅邀請時，佢心入面係幾咁掙扎。但佢明白，每一次拒絕慾望，都係喺度買翻一格自由。除咗慳，佢仲瘋狂做副業。佢做過寵物保姆，做過網上排版。佢將每一分副業賺翻嚟嘅錢，全部直接入落還債戶口。最特別嘅係，佢選擇同時啟動指數投資，即使每個月只係投50美金入指數基金，嗰種我開始成為資本家嘅心理暗示，俾咗佢好大嘅動力。Jessica 嘅故事最打動我嘅，唔係佢還咗幾多錢，而係佢點樣克服朋輩壓力。喺香港，如果你唔買最新款 iPhone， 朋友可能會覺得你怪。但 Jessica 提醒我哋，比起別人嘅目光，你嘅自由更值錢。第二個故事係關於一對叫 Alistair 同 Katie 嘅夫婦，佢哋嘅故事簡直係香港人嘅夢想，點樣用最快速度退休。佢哋原本喺倫敦工作，倫敦同香港好似，租金貴到離譜，食餐飯都幾百蚊港紙。佢哋計過數，如果要喺倫敦退休，起碼要200萬英鎊。以佢哋當時嘅儲蓄速度，要做到65歲，
佢哋決定實行地理套利，佢哋利用可以遠距工作嘅機會，先搬去西班牙嘅小鎮，後來甚至去咗南美洲同東南亞生活。數據對比好驚人，倫敦生活費每月要4500英鎊，但係西班牙小鎮只需要1800英鎊，去到泰國只要1200英鎊。當生活費下降咗70%，佢哋原本要儲30年先達到嘅退休金額，突然縮短到只需要10年就達成咗。書入面詳細講述咗佢哋搬屋嗰陣嘅恐懼，驚唔適應當地文化，驚醫療問題，但結果係佢哋喺當地識咗一班同樣追求財務自由嘅國際朋友，生活反而豐富咗。香港人成日講移民，但好多時係為咗逃避。Alistair 同 Katie 話俾我哋聽，地理套利係一種積極嘅財務策略。如果你可以喺高收入嘅地方賺錢，去低成本嘅地方生活，你嘅財富會呈指數級增長。即使你唔搬走，思考點樣將生活去中心化，一樣有用。如果 Jessica 係講還債，Alistair 係講策略，咁 Frank 嘅故事就係講心法。Frank 係一個好自律嘅投資者，佢跟足指數基金嘅教導超過15年。2020年初，佢嘅資產啱啱達到咗佢嘅標靶數字，佢好興奮咁辭咗職，打算環遊世界。結果3月份新冠疫情爆發，全球股市喺1個月內跌咗30%以上。Frank 嘅資產由自由跌返去要返工嘅水平。Frank 冇賣出任何一股，相反，佢記得一句話：市場跌係俾你嘅禮物。佢大幅削減開支，並將手頭上最後一筆準備旅遊嘅現金全部喺低位掃貨。呢個就係獨家村成日講嘅長期主義。投資最難嘅唔係揀中邊隻股，而係當全世界都恐慌嗰陣，你仲可唔可以記得你當初點解要買指數基金？Frank 最終喺2021年股市反彈嗰陣，身家比之前翻咗1倍。甚至喺發展中國家都有開路者。書入面有一個來自巴西嘅年輕人，收入遠低於美國平均水平，而且當地通脹嚴重。但佢發現，正因為當地貨幣唔穩定，佢更需要持有全球性嘅資產。佢每個月就算只係儲到20美金，佢都堅持換成美金買入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財務自由唔係富有階層嘅專利，而係貧窮人士唯一嘅出路。聽咗咁多故事，我幫大家總結幾個實踐清單。首先，確定你嘅財務自由數字，即係你每年開支除以4%。第二，自動化一切，唔好相信自己嘅意志力。第三，消除債務火警，任何高息債務都要優先處理。第四，保持低成本生活，記住自由比名牌更重要。最後，建立心理邊界。股市跌嗰陣，翻嚟睇呢段片或者重讀呢本書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故事，其實係想帶出一個訊息：你並不孤單。無論你而家處於人生邊一個階段，係成身債，定係事業樽頸，定係對未來充滿恐懼，喺呢個世界上一定有一個同你背景差唔多嘅人，已經成功行咗呢條路出嚟。佢哋唔係天才，佢哋只係選擇咗一條簡單嘅路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呢段長篇嘅深度導讀，覺得村長幫你整理呢啲故事對你有啟發，請你一定要做下面幾件事支持我。Like 呢條片，俾我知呢類深度內容係值得做嘅。share 俾你身邊嗰啲對人生感到迷茫或者想理財但驚緊嘅朋友。subscribe 獨家村，仲有撳埋個鐘仔。我哋會繼續做你嘅閱讀夥伴，陪你喺資訊爆炸嘅年代，尋找到真正有用嘅智慧。最重要係喺下面留言討論，你覺得喺頭先幾個故事入面，邊一個最令你有啟發，或者你而家實踐財務自由遇到最大嘅障礙係咩？我會喺留言區盡量回覆大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村長，我哋喺財務自由嘅路上再見，拜拜。